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月2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89节到96节，耶利米书36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哥林多前书14章第1节到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圣灵的恩赐。恩赐是上帝所给予的礼物。属灵的恩赐经常被解释为像超能力超神奇的事情，或是象征。其实圣灵所赐的恩赐，只是要让我们在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在这个当中来彼此的建造。当然，借着恩赐圣灵的同在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，这是最基本也是最大的恩赐。有属灵恩赐的人，就必须要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愿意顺从上帝的教导。耶利米书36章第1节到第10节当中记载了先知耶利米对以色列人、对犹大人以及列国所说的话，记下来了以后呢，他盼望将来有人能够看到这个话，就愿意悔改向上帝。耶利米领受了上帝的圣灵的恩赐，就发言来提醒众人，是凡是愿意听而悔改的人，就能够得到上帝的恩福。他这样说道：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做犹大王的第4年，上主对我说，你拿书卷来，把我告诉你有关以色列、犹大和列国的每一件事情都记录下来。从约西亚王的时代到今天，我对你说过的话，你都要写下来。也许犹大人民一听见我要向他们降灾难，他们就会离弃邪恶的道路，我就赦免他们罪恶过犯。于是我请尼利亚的儿子巴录来，把上主向我说过的话一一的口授给他，他就记载在书卷上。我就吩咐巴录说，我被禁止上圣殿，所以我要你在下一次禁食的时候去到圣殿，向群众大声宣读你记录在这书卷上的话，让他们听听上主向我说过的，要我口授给你的话，你要在群众都听得见的地方宣读，好使那一些从各地来的犹大人能够听见。也许他们会向上主祈求离弃他们邪恶的道路，因此上主在愤恨烈怒的之下严厉的警告过他们。于是尼利亚的儿子巴录照着我的指示，在圣殿宣读了上帝的话。约雅敬做犹大王的第5年9月，人民为了取悦上帝，就宣布禁食，所有的耶路撒冷的人，从犹大各地来的人都遵守禁食的日子。巴录当中宣读我说过记录在那书卷的话，地点就在圣殿里面。沙番的儿子圣殿书记基玛利亚的房间里。同样的，保罗也对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提到，必须要渴慕圣灵的恩赐，但是他强调的就不是这些光怪陆离的现象以及恩赐，而是要宣讲上帝信息的恩赐。哥林多前书14章第1节到12节，保罗这样说道：
你们要追求爱，要渴慕属灵的恩赐，尤其是宣讲上帝信息的恩赐。那讲灵语的不是在对人讲，而是对上帝讲，因为没有人听得懂他的话，他是借着圣灵在讲述奥秘的真理。可是那宣讲上帝信息的是对人讲，是要造就、鼓励和安慰他们。讲灵语的人只造就自己，宣讲上帝信息的人是造就全教会。我希望你们都会讲灵语，可是我更希望你们都有宣讲上帝信息的恩赐。因为除非有人把灵语翻译出来，使全教会得到造就，否则宣讲上帝的信息就比讲灵语更重要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要到你们那里去。如果只讲灵语，不带给你们从上帝来的启示、知识、预言和教导，那对你们有什么益处呢？甚至那些没有生命的乐器，像笛子啊，或是竖琴啊，如果他们发出的声音没有高低的分别，怎么能够使人知道所吹的、所弹的是什么曲调呢？要是吹号的吹不出准确的音，谁能够准备打仗呢？同样，你们所讲的灵语若不清楚，谁能够明白里头的信息呢？你们就是像空气说话罢了。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语言，没有一种语言是不代表意思的。要是我不明白那一种语言，那么他使用那种语言的人对我来说就是外国人，我在他们眼中也是一个外国人。同样，既然你们热切希望有属灵的恩赐，就应该多多追求那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。诗篇119篇89节到96节，上主啊，你永远存在，你的话确立住在天，你的信实万事长存，你建立大地，使它长久屹立。万有照你的安排至今存在，因为万物是你的仆役。如果我不以你的法律为喜乐，我早就在痛苦中死亡了。我永不离弃你的戒律，因为你用它们来使我存活。我属于你，求你救我，因为我遵行你的命令。邪恶的人等着要杀害我，但是我仍然思想你的法律。我看万事都有限，但是你的诫命广阔无边。感谢主赐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所差遣的仆人，得到圣灵的恩赐，能够宣扬福音，领人归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